台南市议会临时会21号上午进行各委员会议案审查，其中建设委员会议员提案有8案，环保卫生7案。伫建设委员会中，议员陈一丁也特别关心台南机场到越南胡志明市的复航进度，因为该航线对2016年启航，后来当着疫情，一直到去年1月来恢复，但10月又搁宣布取消。造成真侪台商甲新住民的不便，希望市府会用个尽速争取复航。对此，市府观光旅游局回应，目前有一定的进度，等待双方签订备忘录，才会用个来确定。我们有听到，其实很多越南的，不管是新住民或者是台商好朋友们，他其实是在反映说，因为停飞之后，2023年有恢复，但是10月又取消，那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真的这样往来非常非常不方便哦，而且其实很多云嘉南的不管是台商，很多的这个新住民，其实在仰赖这条航线哦，所以听说月姐已经送件了啦，那所以预计应该是有机会很快来恢复哦。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宣布？是不是关旅这边预计是什么时候？可以来宣布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这个航线？已经谈到一定的进度，那个时间是已经给了，可是因为它是外籍航空哈，很怕之间讯息我们太早揭露，怕它又有一点点变数。那容我们跟过去的模式一样，就是谈到双方已经议定好，然后签了备忘录之后，我们再会对外来公布，预计今年底以前会完成。另外，伫环保卫生委员会，有议员针对这届开米风台，希望市府会用个放宽补助的标准，甲补助的对象。虽然市府回应一切依照中央的补助办法，不过赵一林彭一峰嘛建议，希望市府会用个苦民所苦，用市有算来补助。对此，社会局嘛回应，会来查回建议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